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做伙来吟诗，信诗128首，主耶稣，我的主。主耶稣，我的主，伊有对死过我，担做我的主。万人着拍败，万人着宣告，基督是我的主。主耶稣，我君王，伊要处置万邦国，做咱君王。伊日要来临，世界要金光，基督是咱君王。主耶稣，伊是听，伊一生所行，表明伊是听。属伊情行字，这声欢喜唱，基督耶稣是听。主耶稣，我命主，应是头帮咱自由我命的主。伊要呼叫咱，甲伊永远大，基督我命的主。以西结书下对25章一直到32章，是咧讲到上帝对7个国家的审判。从咱对25章的头前7节，对阿门这个国家来开始讲的预言，因为因来踢笑上帝的子民，甲因讲啊哈，所以上帝也要互因来受到剪除，要来除灭因。今日咱要继续来看第2个国家，甲第3、第4，分别是摩押、以东甲非利士的预言。咱做伙来看今日25章后半段的圣经节。第8节，至关的上主讲，因为摩押人甲以东人讲，犹大国甲别个国家无啥物无共，所以我要互摩押边界的城镇受攻击。连因上夸口的城堡，伯亚西莫、巴利免甲基列丁，拢受攻破。我嘛要将阿文人甲摩押做伙交互东方来的民族做产业，搁互列国袂记得摩押。我一定要刑罚摩押，安尼因就知我是上主。摩押甲即个阿文，拢是罗德的后代，是阿伯拉罕的孙仔。总是才讲到摩押甲以东，即个伫学校本翻做西尼，西尔人，西尼就是以东，意思就是毛很多毛，多毛的即个意思。摩押即个名的意思就是伊的老爸，他的父亲。就是遮伫以色列犹大四周围这个国家，因讲犹大家甲列国甲别国拢共款，就是拢是无啥物特别，无啥物差别。意思就是讲，因的上帝甲其他国家的神明，拢是同一级的，所以因看轻以色列的上帝、犹大的上帝、耶路撒冷的上帝，也因为因看轻上帝。所以上帝直接通过以西结来预言，上帝要将摩押因所夸耀遮个城镇，因为摩押伊迄个所在真侪山，因拢去城镇伫山坪的山区的所在，总是因所夸口遮个城市，包括即个伯耶斯莫，即个意思是荒芜之家，伫亚利哥的附近。巴里面是住处之主，大气的主，是伫即个死海的东北边的东边东北的所在。
基列丁是双城，是伫巴里面过落去南部南边的所在。这三个城市咱伫地图会当看见，就是当耶路撒冷犹太受审判、受毁灭的时，伊嘛未比因较好到倒去。共款有即个上帝要对东方来遮个民族要来甲因攻击咯。东方来民族，伫即个所在无一定是指即个巴比伦，因为根据历史，即个摩押阿文以东伫主前第6世纪，左右，受即个对阿拉伯来的即个纳巴泰王国，互因来赶出去，甚至将因的即个首都，即马变做佩特拉，去做即佩特拉的所在。所以这也应验上帝所讲的，上帝要甲因整顿。等上帝甲因审判的时阵，因就知我是上主。上帝甲因刑罚的时阵，因就来认捌上帝。这是第2个国家。第3个是以东对第12节，这关的上主安尼讲：以东人因为对犹太人报仇，因的报仇显露因极大的罪。所以我至关的上主安尼讲，我要刑罚以东，甲因的精生消灭，互以东对提曼到底但的土地拢趴荒，人受抬死。我要用我的子民以色列的手对以东报复，因要照我极大的受气报复以东。迄时以东人就知，这是我第因报复。至关的上主安尼宣告，以东的故事是亚伯拉罕过落去，亚伯拉罕的孙仔，就是雅各，雅各，伊有一个阿兄就是以扫，以扫的后代，就是以东，对赫哈本，即拄则咱读的第8节，犯罪生女，西尔人，就是门真多，多毛的意思。以扫伊带2个某，然后呢，搁带以实玛利的查某囝，所以生着遮的后生囝儿，然后甲伊的小弟雅各2个分家，所以以扫就住伫西尼山，以扫就是以东，以扫就是西尼山的以东人的始祖，这是伫创世纪36章遐所写的，包括以利法甲提曼，这拢是以扫的后代。伫出埃及的时阵，因要经过以东的所在，但是以东的王无要容允因对边界过去，所以因就爱踅路，才会当进入到这个约旦河边啊。所以这尾上伊也是以色列人甲以东人来去完受真早的原因。除了以扫甲雅各因的这个扣分万分以外，因出埃及的时阵嘛无受到因好的款待。以扫的子孙住伫即个以东西尼山的所在，伫以色列还未开始有王的时阵，以东因已经成做一个国，甚至因国已经有前后已经有八个王啊。但以色列人伊要进入迦南的时阵，拄则有讲，以东王无要互因入去。但是伫即个圣经有写以东人，以东迄个所在真侪智慧的人来出名，提曼人啊，提曼人。这也是即个伫约伯记内面有讲到，真侪智慧的人，伫以东即个所在，当代表的王朝征服以东的时阵，甚至甲因所谓男丁，查甫人，拢甲伊屠灭，设立即个阵营，所以伫撒母耳下卷的第8章，列王记上卷的11章，拢有提到，咱也有读到这段的圣经节。一直到犹大王约兰的这个年间，以东才脱离犹大来独立，这是第列王记下卷的第8章。所以以东因对大卫的手下，才来渐渐来离开。当咱读到这个以色列的时阵，这个时阵伊嘛已经脱离以色列有一段的时间。尾这个犹大人去巴比伦来掠走以后，以东人就去侵占犹大因的南边。
是到拄则有讲诶，主前诶第6世纪到第4个世纪左右，对阿拉伯来的纳巴提人，因就来占以东遮旧诶所在，甚至将以东诶人拢赶走，赶出去。对即个佩特拉，成做因即个纳巴提王国诶首都。遮以东人伊就迁徙，所以无所因家己诶所在无地去，徙到伫犹大诶南边。所以迄个所在叫做以土麦，以土麦，就是以东的即个希腊名，希腊名。即个以土麦人上出名的，就是即个希律的家族。所以到耶稣的前即个世代，马加比的即个期间，以土麦叫犹太人来征服，所以拄则讲的预言，上帝讲伊要互以色列的手来保护以东啊，照上帝受气。所以以东毋是叫外国人来修理，伊是把叫赶出去，但是上帝要靠以色列，来报仇报冤。所以伫马加比期间，即个以土麦叫犹太人搁甲伊征服啊，所以因拢来信犹太教，变做是来拜上帝。所以希律的家族就是以土麦人，就是以东的后代。总是伊嘛是要来即个知影讲有一个王要伫伯利恒来出世，所以就要来杀死遮2岁以下的查甫婴仔。这是有关以东的审判。第3个，头一个阿文，第2个摩押，第3个是以东。过来看第4个是非利士。15节，至关的上主安尼讲：非利士人犹大人报因古早就结的冤仇，心存恶意，要消灭犹大人。所以我至关的上主安尼宣告：我要伸手攻击非利士人，遭灭基利提人。连住伫沿海边缘村的人嘛要消灭，我要严严甲因报复，发大受气，刑罚因。我甲因报复的时，因就知我是上主。这个非利士，就是海上民族，伫主前12世纪，因就来到伫这个平原的所在，所以咱对这个创世纪，甚至伫上做这个出书记，到大笔的时，所罗到大笔的时，一直都来侵犯这个以色列人。总是上帝也伫遮统计以色列，讲上帝要来报仇，因为因来心一直扣分咯。所以咱昨有看即个图，犹大伊四周的国家对阿文开始摩押、以东、非利士，明仔载要继续看是吹罗、搁西顿，然后一直到埃及。每一个国家，因若毋是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就下死，就是支持、踢球，也是埋怨、报怨，也是即个怨妒，也是骄傲，等等遮的，拢是无好好来统结即个犹大国。以色列人来认捌上帝，总是当上帝刑罚的手、管教的手临到因的时阵，因就知我是上主，是耶和华。以色列人的上帝是独一真的上帝。今日这段圣经节，原来真短，要选的经句是第15章的第17节。这段这节讲，上帝讲，我要严严甲因报复，发大受气，刑罚因。我甲因报复的时，因就知我是上主啊。所以咱就爱趁上帝通超吹阵，就爱来认捌上帝。毋通等甲上帝发大受气的时阵，咱才知影，哎呀，原来这是上帝。咱应该爱对上帝讲话时，通会当超吹，会当听伊的话，就爱紧回转来归向伊。今日这段圣经互我的学习甲感受就是兄弟兄弟中间是亲族也好，宗族也好，共姓也好，总是这个关系若无保持疏远，甚至这兄弟的后代，不管是以扫甲雅各，也是这个摩押阿文，变做甲以色列人，伊变做是冤仇人，变做cứu仇。这是真可惜的，就爱来看重这个兄弟姊妹之间的这个关系。但是到伫新约，咱若是看见耶稣基督的疼，用耶稣的疼
去听元首的人，伫主的内面会当成做同心、知心、知己的朋友的神，甚至元首人嘛会当变做比兄弟搁较亲啊。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主的内面会当有新的关系，无搁埋怨，无搁扣分，是会当将上帝听赦免甲即个恩典会当彼此好款待。今日是10月初3伫1687年迄阵是清朝康熙22年的农历8月13。就是施琅来到伫台湾，郑克爽，郑成功的囝就投降，所以也代表民政、民调、政权正式来灭亡是1687年，是300几年前即个台湾的历史1949年，即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甲苏联来建交，苏联也是全世界头一个来承认即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即个头一个承认因的国家，是1949年是中华民国的38年1990年是即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正式来并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就是即个东德甲西德来合并所以即个10月3号10月初3是德国的即个国庆日因咧庆祝的是庆祝1990年即个东西德的即个合并甲合一的完成今日礼拜五咱嘛要来举行即个连珠节伊的日念会法是早时下晡伫天平山庄要来举行个别礼拜甲暗访的礼拜。今日咱嘛有是个教会外展部门的即个会议是咱是拜五要进入即个周末的中间也求上帝来看顾教会事工一切当真顺遂。今日的祈祷要用罗马人书12章19、19、21节，亲爱的兄弟姊妹，毋通为着家己抱怨，宁可互上帝替恁受气，因为圣经有记载，主讲伸冤在伫我会报应。毋过圣经嘛有记载，你对敌若枵，就互伊食；喙焦就互伊啉，因为你安尼做，若准将得到的火炭贴伫伊的头壳顶，互伊明红才通见效。所以毋通互歹赢过恁，就用好较赢歹。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求上帝帮助咱做伙来祈祷。亲爱主上帝，阮搁一摆通过历史、圣经、以色列、犹太一个国家因所发生的事，互阮得到智慧，互阮也得到提醒。阮就爱来毋是看家己比别人敖，是爱伫主的内面来彼此相接纳，彼此来相祝福，也当看见每一个人每一个无共款的民族、无共款的族群，拢是上帝你所爱，也是上帝你所创造的。互阮当学习是彼此的欣赏，彼此的接纳，也当彼此来祝福。愿上帝你的圣神保惠师互阮有智慧，知影阮就爱来认捌主，毋是等甲上帝受气、上帝审判的时才来认捌主。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吟圣诗228首，全地着主上帝。全地着主上帝，出大欢喜的声，领着因欢喜的心，来服侍主上帝，唱歌来到伊面前，学落到伊面前，就知主是咱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创造主是咱上帝，咱来的是伊的，咱做伊的种囝儿，做伊草场的。
感谢伊，也好伊的名，因为主上帝是好，伊主爱到永远，伊心是到万世代，心是到万世代，全地着恩主上帝，出大欢喜的声，因着因欢喜的心，来服侍主上帝。愿上主祝福你、保护你，愿上主的面会光照你、施恩互你，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阿门。